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嘅商貿代表團繼續烏茲別克斯坦訪問，到訪烏茲別克斯坦創新科技園區 IT Park， 了解當地喺數字經濟方面嘅最新情況。IT Park 係中亞領先嘅創科樞紐，匯聚過千間創科企業同初創團隊，涵蓋軟件開發、人工智能同數字貿易等領域。李家超又同烏茲別克斯坦數字技術部第一副部長會面，就加強兩地創新科技同數字經濟合作交換意見。李家超隨後參觀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文明中心，了解當地文化保育、學術研究同教育推廣工作。李家超話：香港正積極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，期望香港同烏茲別克斯坦未來進一步加強文化藝術、人民交流同博物館合作。李家超之後出席烏茲別克斯坦政府所設嘅商務交流活動，再次同烏茲別克斯坦總理會面。李家超期望兩地加強合作，喺資本市場聯通、基建融資同綠色金融等領域奠定堅實基礎，優勢互補，互利共贏。李家超同代表團晚上離開烏茲別克斯坦，結束中亞兩國訪問，起程返香港。